Hello，咁多位，我係荃灣 Elise， 今次同大家介紹嘅係共田 F25呢一個可以夾嘅風扇，亦都可以坐台嘅風扇啦，多功能風扇啦。咁輕身便攜嘅，有分4檔風速啊吓。咁佢風速呢，你就睇到第一檔嘅風速嗱，咁你又睇到，其實個風力都唔弱噶啦已經。咁我而家校到第4檔，其實大家會見到，其實出嗰個風力係可以去到好強噶。用2粒18650嘅，係啦，2粒18650。然之後你充電都會比較方便，就係 Micro 頭同埋 Type C 頭都係通用噶。咁所以你屋企有其中有一條線都可以幫佢叉到電。咁如果你話我想再續航耐啲喎，可以點啊？你亦都可以選擇嚟我哋門市配埋電，18蚊一粒18650嘅平頭都係共田嘅。我哋119呢個價錢喺其他地方係做唔到㗎，有需要就過嚟我哋呢度試咗先，買咗先。